拉玛基努，拉玛基努，真见则位，拉玛基努。我们知道，就是还是说您本身是一位雍中本教的活佛，对，但是呢，我也知道师傅也接受过很多藏传佛教其他传承的教法。那么，尤其是您10年担任德格隐音乐院长期间，那么更是没有任何教派之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想请师傅谈一谈您对雍中本教和藏传佛教这个关系的看法。对，其实我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刚才你说了，跟我出生环境，到后来的学习环境，再加上工作环境，三个都，相对来讲比较复杂。我出生环境呢，妈妈是尼玛派的，爸爸是雍中本教的。然后呢，学习环境呢，我用上高级佛学院，高级佛学院是五大教派不分的，所有五大教派的高僧大德聚集在那儿学习。然后在后来工作环境呢，德格印经院它不属于任何教派，它是历史上是德国土司的，但是解放以后政府接管。然后后来我在那儿担任院长呢，然后就是那里面既有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，但是它的这个上下级关系啊，工作都是属于是政府机关。但我觉得呢，就是首先我会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，不光是我的妈妈或者爸爸哪个教派，但我是雍中本教的活佛，我本身自己是雍中本教活佛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也同时呢，确实是，因为受妈妈的这个家族关系，后来我的二弟也是认定为尼玛派活佛，所以我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。除了本教，我是尼玛接触很多，所以我对尼玛派，即使这个就是俗话来讲有感情，然后就信仰角度，我也是很尊敬尼玛派的。但后来呢，就这个，工作的关系，不管你北京学习，但是有五大教派，但是我始终我是本教的活佛，但是我同样拥有机会接触其他教派，接触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因为以前呢，确实是毕竟是不同的教派，多多少少有一些隔阂，多多少少有一些偏见，或者谈不上偏见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想法，但是一起学习，然后一起接受各个教派的这种传承以后，才发现其实藏传佛教五大教派说来说去，根本上是没有区别的，根本上没有区别。历史角度当然有区别，因为雍中本教的创始人丹巴谢拉佛，毕竟有18000年的历史，而且他不是外来的，他是我们中国本土的，也可以说西藏，他是西藏本土，那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。然后呢，其他的教派都是外来的，它是印度来的，所以历史角度是有区别，但根本上为什么没有区别呢？因为从这个讲因果，讲轮回，然后呢讲善恶，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从这个从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到追求智慧心，然后最后这个解脱的角度是五大教派是没有任何区别，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特点在于外道和内道皈依来分。那不管是印中本教还是其他教派，都是属于皈依丧尸三宝这个角度是一样的一致的。然后大乘和小乘是分这个发心。那藏传佛教五大教派，包括印中本教这个尼玛、噶举、萨迦、格鲁，包括这个阿巴提丘、九龙派，都是属于是大乘佛教就是因为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所以就这样以后确实，教派的角度我是印中本教，但是我对其他的教派同样的虔诚同样的虔诚然后工作角度来讲呢，是在印经院，我同样还是印中本教的活佛，但是德格印经院是既是政府单位，又是五大教派的文化宝库，所以我呢就是一个平常心，我就不分教派，哪怕印经院里面塑个佛像，必须有五大教派。那刻个经必须有五大教派，我从来没有攀比任何教派，
我是云中本教，我必须要怎么对本教怎么样，没有。所以就大家对我的工作是，比较认可的。总而言之来讲呢，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你心中烦恼少，其实一切都可以解决的。谢谢师傅。